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大家又搁聚集伫即个圣殿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权。这是请咱大家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4首，圣诗第24首。我心学罗至权上帝，万民拍拜伊脚下，赎回伊伫赦免满满。咱着学罗来群活，学罗敬拜，学罗敬奉，学罗敬奉，学罗永远活君王。圣诗24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我是我的关兄弟，万民拍拜伊脚下，赎回伊的赦免满满，咱着
只是请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隐府，第三日中国活。一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咱今日要启应是启应文第3集。启应文第3集，伫圣诗的后面1053页。1053页，启应文3集，也就是诗篇121篇。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我举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免保护者袂倒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倒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要学罗你创造的伟大，阮要学罗你的大能。阮对阮的周围环境，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互阮感受到上帝你创造的伟大，以及你所排列的特殊在运转。互阮人会当因为周围的环境、境地的改变，会当看见你创造的大能，以及你管理的能力。特别是经历即次的凯美风台所带来的雨水。无有太过严重的灾情，互台湾即块土地解除大旱欠水的情形。其中风台过境，因为人为的不当开发破坏生态，造成灾害。恳求上帝慈悲怜悯，安慰受灾者，并带领各受灾区的灾后重建。互因紧紧恢复正常生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扶持带领阮平安经过即次的风台。这时，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连。主啊，因为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每一工会当倚靠你、亲近你。毋管阮是欢喜是忧愁。阮拢也知，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袂感觉孤单甲惊吓，因为有你，
阮的心会当平静，会当安慰，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永远是够阮用，嘛永远有够野的。主啊，阮嘛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莫贪图世俗的享受，莫贪爱世间的名利，莫体贴家己的身躯。请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来跟对你，来搁较认捌你，互阮会当行伫合理心意的道路顶面，成做合理所用的器具，互阮会当献上家己，为主你来跑走。爸上帝，阮看见伫即个地面上有充满各种的罪恶，占卜甲真侪侪歹代。阮看见，毋管是人为的战争，也是天然的灾害，伫这当中有侪侪无辜的百姓，因失去了宝贵的性命，或是身体健康。其中也有侪侪家庭因为安尼来破碎。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安慰，经过这受灾祸的百姓，互因会当得到安慰，也得到帮助医治，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主啊，求你掌权，互公义会当来得胜，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这时阮也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求你的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的人身上，求你的拯救大能帮助伫患难艰难中的人，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的身上。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絆石，靠主来得胜。用你的话引带阮的路，用你的话监察阮的心思，用你圣神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互阮伫生命中的生活、工作、平安的脚步，拢经历着主的祝福甲保守。每一天拢充满着主的恩典，行伫平坦的路途。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时圣歌队要来献诗。
请咱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以及第6章的25节到34节。马太福音第6章。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伫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14节，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第25节，所以我甲恁讲，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美牛？也恁的身躯敢无较大伫衣裳吗？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册仓，恁的天父也得饲因，恁敢无比遐个较贵气吗？恁什么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衣裳挂入啊？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质。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项午的时，伊所穿的毋达着即号花的一蕊。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花路，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恁小信的人啊！无得挂入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面拢要煞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入，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入，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以上信息，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助。下面牧师讲到的第二要带互咱的信息是我们日用的饮食。白话字就是阮的日食今日互阮。以上请牧师来讲道，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有真长的一段期间，毋捌经历过风台入来台湾。当然，这是上帝的固守甲带领，但是咱也知影，台湾西城就需要有风台，安尼咱的用水较有够。所以上帝拢有伊的计划，上帝拢有伊所创造的一个世界运行的律，只是伫咱逐款的天然灾害的中间，甲面对着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损伤损害，咱搁较爱关心着咱的同胞，尤其遐会受到风台所影响，咱的台湾的同胞，尤其是
今即边的风台中南部是较严重，但是即个咱的文勇兄，伊今仔日无办法来到咱的中间，我想是因为伊有通知讲，因双溪遐竟然停电2天的，因为风台的影响，风台的影响，所以停电2天。伊嘛有翕因遐双溪遐，迄个树啊啦、啥物啦，迄个因的迄个道路，拢是树叶啊，满安尼迄个相片，互牧师看。所以咱也知影当咱住伫北部，咱感觉风台入来，但是竟然无啥物看到明显的损伤，咱莫袂记即，咱会住伫其他所在的咱的同胞，即马喺面对灾后重建的过程，即当阵咱就爱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咱的同胞，来向上帝祈祷，求上帝看顾。咱也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前，咱也爱求上帝带领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你的慈爱是遮尔大，你应允阮，你是疼世间人，你的疼是无限大，所以伫风台过了后的即当阵，阮常时也会记即，就是中南部真侪所在受到即边风台的损害，侪人搁伫遐重建，无论是因所住的厝，也是因的事业，也是正常人伫风台了后，爱面对着农作物的损害。主啊，一当阵恳求上帝你加添阮的疼心，阮毋是干那顾家己的好，阮常时也是看着阮四周围，也是伫阮所无共款的所在，阮受苦的同胞，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用代祷做开始，阮阁有疼心的行动来关心因。常时阮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因为阮需要你的话，互阮会当搁较深来明白主你。所以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开阮灵命的目睭，互阮看到你所授予阮你的教示，即中间是充满着你爱阮学习的道理。也恳求上帝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互阮时时刻刻拢有主你的话来提醒阮。阮恳求上帝你圣神伫阮中间做工，亲自来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落下这有真侪基督徒拢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帝允准歹人得到兴旺？咱讲小人得势，上帝是讲伊为什么上帝互即款代志竟然来发生？另外，也有侪侪基督徒普遍会有一个疑问：上帝既然是充满慈悲疼痛，为什么上帝互妖恶、互善凶，甚至是苦难临到这个世间，伫这个世间来存在？所以，咱今仔日咱继续学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尤其伫祈祷文的中间，伊教咱爱祈祷，阮的日式今日互阮，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即句话。咱来探讨即句话是怎样会当帮助咱来认捌上帝所做的一切。即句话也怎样会当互咱更较明白上帝对咱的好调。
其实，咱可能有时阵会有即款的疑问：为什么歹人兴旺？为什么苦难、悲伤、丧凶、灾难会临到即个世界？其实，伫历史中间，这是历代的基督徒拢喺思考的问题，咱也只有会当伫基督中间来求上帝。当咱有即个疑问的时阵，开咱的心门，互咱对伫信仰会当一直不断有新的看见，新的认捌。其实500年以前，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其实伊也同款喺找求即两个信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歹人兴旺？为什么即个世间会有苦难的存在？所以，伊也是同款对伫即句话、即句祈祷，阮的日式今日互阮来思考。伊甲咱讲当基督徒祈祷，讲阮的日式今日互阮的时阵，咱一定详细也知影，其实侪毋捌上帝的人，因也同款每一天得到帮助，甚至真侪无相信上帝的人，毋捌祈祷的人，因比咱知影祈祷的基督徒搁较富裕，搁较生活搁较好。伊也甲咱同款，马丁路德嘛是问即个问题。当咱祈祷，阮的日食今日互阮是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时阵，咱一定详细也知影，咱详细也知影即项代志，就是即个世间犹原有侪丧凶人、艰苦人，甚至连日食拢无办法得到，因为安尼来枵饿、来欠亏，甚至受苦。伫饥荒的时阵，甚至有人会因为无饭通食，活活枵死。马丁路德500年前也是同款，去敲找即两个答案，即两个问题的答案。所以马丁路德即个500多年前发起欧洲的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伊安尼解说，伊讲上帝赏赐咱每一天所食的，伊赐咱日食。其实毋是因为咱会祈祷，伊较赏赐咱；毋是因为咱有祈祷的中间一定加一句，阮的日食今日赐互阮，所以伊赏赐咱每一天有够夜。上帝也是同款，将每一天需要的日食赏赐互咱眼中的歹人啊，敢毋是安尼？但是耶稣教咱祈祷的时阵，爱祈祷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互阮，是爱咱伫祈祷的中间，千万莫忘记，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咧，当咱祈祷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互阮的时阵，是爱咱每一天
每一遍祈祷，咱拢爱知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的，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咱每一天的日食，每日的饮食。这是耶稣教咱安尼祈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会记得30年前，牧师做兵打255的时阵，这个新训中心，咱知影一个岛啊，有6个阿兵哥，然后咧，新训中心，拢是这长的岛啊，食饭进前，这个执行官会画什么？开动！然后咧，大家阿兵哥就伫遐抢物件，这个沙丁鱼，一人抢一只，有人无爱食，就讲这个给你，所以耶稣师伫做兵的时阵食真侪沙丁鱼，这做过兵应该拢知影这个梗啊，这个梗，沙丁鱼，军队台湾的军队上爱，食这个煮饭上爱出，煮迄个沙丁鱼，唔知为什么，可能以前沙丁鱼真俗。但是上重要的是，因为伫部队内底基督徒拢真少，搁来咧愿意食饭前祈祷的基督徒可能搁较少，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少。所以牧师当阵因为先去读暑假的迄个新学院的暑期班啊啦，所以想讲安尼新学生嘛，所以食饭前嘛爱祈祷。当然，咱大家食饭前拢爱感恩祈祷。但是迄当阵，耶牧师迄个20统会的时阵，真正就是食饭前拢爱祈祷，所以执行班长话开动了后咧，别人去食饭啊，耶牧师伫遐祈祷，迄当阵伫遐祈祷啊。执行班长照过来讲，祷告什么？你要感谢我啊，是我喊开动的。当然，当时这个班长。这个教育班长唔捌上帝，也唔知影主祷文的意思。主祷文教咱祈祷的时阵，爱祈祷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互阮。大先就是爱咱，上面提醒咱家己，咱领受的一切是上帝亲自赏赐。相时咧。也是一款信用告白。告白讲，这虽然讲无错，咱食每一顿饭拢是煮饭，无论是咱的妈妈、咱的太太、咱的先生、咱的老爸，也是咱的囝儿查某囝，也是餐厅的厨房的师傅。拢是人比班的，但是咱知影，最终到最后，咱拢是爱感谢上帝的赏赐。这也是一款信用告白。所以咱知，上帝听咱，上帝听咱基督徒，上帝。也是听世间人，所以上帝会听，无错临到咱认主上帝是咱的主宰，咱基督徒是安尼来相信，安尼来生活。上帝是主，是咱生命的主。但是上帝会听，更较重要的是临到所有这世间所有的人类，这也是耶稣甲咱教的。上帝天父落雨，互好人甲歹人拢会当得到雨水。出日头咧，也是同款，义人甲不义的人，平平拢会当享受到
即个日头，当然热天真热，咱出去外面，咱爱注意，莫中暑。所以咱知影上帝的疼是遮尔丰盛，所以咱毋是因为咱祈祷较侪，上帝就互咱较侪食物。上帝的疼也绝对毋是遐尔现实。咱烦恼讲，我祈祷较少咧，安尼上帝讲话无互我。祈祷毋是用即款来思考，毋是用即款来思考。咱祈祷讲，今仔日的日食，阮的日食，今日收赐互阮，毋是爱咱亲像迄款民间宗教，迄个念法术，你加念一遍，你就得到较侪；加念10遍，你就安怎？你念749遍，就安怎？毋是，即句祈祷，阮的日食，今仔日收赐互阮，是爱提醒咱，对伫收赐咱每一日的食物的上帝，咱爱献上感恩，咱爱献上感恩。有时阵，咱爱想看卖，这可能今仔日中昼还是暗顿，咱就用会到的。咱想想，咱伫厝里，不管是啥物人煮饭，陪伴咱3顿，咱的亲人替全家陪伴一顿青草的暗顿，也是中昼顿。食饭的时阵，食饭了后，咱可能有3种的回应。一种是负面的批评，伤咸、伤正、伤油、菜伤少、肉伤老，这是第一种负面的批评。第二款，不发一语，啥物话拢无爱讲，煞互即个陪伴咱3顿的即个咱的亲人，分袂清楚到底是满意啊无满意啊。我今仔日生气即个口味，啊你无讲，我哪会知影讲我即个新口味你是介意啊无介意？第3种的反应是啥物？表达感谢的话，袂歹哦，食真饱哦，哦，妈妈怎么这么好吃？妈妈，我还要再吃。还是爸爸，下次再煮好不好？这3种回应，咱若是常常，也是你的本身是伫厝里煮3顿的，迄位你是较介意倒一种？你是介意食啥物嫌啥物？然后咧，你厨房遐热，我准备好啊，你伫遐嫌伤咸、伤正、伤油，菜伤少，肉伤老，也是啥物拢无爱讲。啊，我今仔日试即个新的口味，到底好食无爱食？你无爱甲我讲，也是你嘛是第3个，就是讲马上甲你讲，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后生啊，你今仔煮的袂歹食哦。还是查某囝啊，你是对倒位学的？哦，即个菜真特别哦。咱拢会安尼感受啊。安尼当咱面对上帝的时阵，面对上帝的收赐的时阵，你是要做第1种的回应，第2款的回应，还是第3款表达感谢？我想陪伴咱3顿的亲人，拢会因为咱感谢的话，心情真好。因为咱感谢的话来欢喜，这就是为什么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爱咱学习用感恩
的态度，来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来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感恩。咱的感恩，其实无论是这份感恩是对上帝，也是对人，我想这袂当分别的。咱若平常时，当然我毋是指啥物人，我真正毋知影咱食饭的时阵，因为咱疫情了后真罕伫自餐，所以我毋是讲任何人。你若是食啥物就嫌啥物，我想这诚做一款生活习惯。伫咱祈祷的时阵，伫咱面对上帝的时阵，习惯成自然，敢有可能？即个感谢的话，却变啊真突兀；感谢的话，却真奇怪。你讲啊真奇怪，硬要，因为平常时就无即个习惯啊。所以耶稣教咱祈祷的时阵，要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的手势。每一遍祈祷，咱拢爱感谢，这是一款学习。但是我想，咱诚做基督徒，咱生活中间，咱也爱学习，所以无错，咱拢是对台湾这款传统文化大汉，咱喙可能拢较无遐甜啦但是真正我感觉咱慢慢学习喙仔较甜的我想咱生活会非常无共款喙较甜的其实咱若看咱的现代社会，咱发现讲，咱的社会非常重视啥物，也是非常恶劣一款，就是白手起家致富的故事。所以像叶牧师这辈细汉的时阵，规工就听到人咧讲，讲即个当然即摆已经过身几若冬啊，王永庆，大家拢嘛讲王永庆国校毕业名。伊一开始是非常平凡、卖米的做生意人，嘛毋是特别较大啥物掌握南台湾的米，毋是真普通的卖米的生意人，但是伊透过伊的拍拼，白手起家，到后来。大数掌握台湾的塑胶、石油化学的产业，所以伫伊在世的时阵，伊捌是全台湾上好野的台湾首富。无错，这款白手起家的故事，伊毋是靠着做富二代，伊毋是靠着啥物祖产。来成做台湾首富的故事，的确是会当鼓励真侪少年人来努力打拼，来追求事业的成功。这毋是啥物毋对，但是也有真侪人靠着家己一路来向成功来爬的时阵，一路往上爬的时阵，真侪人煞开始伫遐比较，啥物人的车较拍，啥物人的厝较大间，啥物人的事业影响力较大。若毋捌上帝，若毋捌将上帝的道理放伫心中，那安尼就算是白手起家，事业成功，好亲像因人生的意义，就剩满足家己
永远无办法满足的欲望啊。所以咧，耶稣教咱祈祷的时阵，爱祈祷阮的日式今仔日收赐互阮，是提醒咱人生的全部拢是上帝宝贵的收赐。无论是咱是努力打拼，但是这拢是上帝的收赐。充满慈悲疼痛、甲稳定的主上帝，已经收赐咱上基本每一工生活有教育。所以咧，咱所有的，毋是干那是靠家己来得到，是咱对上帝来领受。就亲像上帝收赐咱日光甲雨水，所以正常的农民无错，因真努力打拼，但是是上帝收赐日光甲雨水，所以咧，咱会当有五谷，有菜色会通食。咱因为生活安定，所以咱才会当伫工作、伫事业顶面会当持续发展。咱也因为有上帝收赐咱才能甲智慧，所以咱才会当有迄个办法，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家庭、咱的亲人，提供达款的需要。这拢是上帝收赐。所以有一句话嘛，尽人事，听天命。这就是讲着安尼，咱努力打拼无错，咱勤搁俭，但是若无上帝收赐咱，靠人家己拢是无够野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教导咱祈祷，是爱咱活地。无过是追求咱家己的成就，伊教咱阮的日式今仔日收赐互阮，是提醒咱这一切拢是上帝收赐，毋是拢咱祈祷干那求，讲我爱啥物，我爱啥物，咱顶一遍功德有提起，咱是求。上帝收赐互咱，上帝收赐互咱，咱毋是干那求讲我要啥物，我要啥物。咱活的无过是追求家己的成就，煞互咱家己哪来哪骄傲。反倒转是互咱爱透过祈祷提醒。互咱会当活伫稳定的中间，当咱活伫稳定的中间，咱愈来愈会当看清楚，就是上帝伫咱心上所收赐的福气。当咱会当看到上帝伫咱心上所收赐的福气，咱无过是规工伫遐烦恼。烦恼讲要怎样掌握家己所拥有的，因为咱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慈悲疼痛的收赐，所以咱知影即个上帝的收赐的概念，所以咱愿意坦然踢开咱的双手，咱踢开咱的双手。一方面，咱是领受上帝的收赐，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踢开咱的双手，同时咧也是分享，因为这是上帝收赐的，所以咧，我愿意分享互遐个欠缺的艰苦人，
过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咱爱学习到，就是无错，咱伫社会中间看到歹人得到兴旺，但是其实歹人得到兴旺这项代志，这是上帝要予咱认捌到上帝完全的疼，是临到所有的人。可能咱伫生活中间，咱伫过去的信仰追求的中间，咱拢捌安尼来问即个问题：为什么咱虔诚，咱努力服侍，但是咧，却无办法保证会当换到上帝搁较侪的手术？反倒当是迄款毋捌上帝的人，甚至是迫害基督徒，也是对教会真反感的人，讲到信仰就伫遐骂的人，反倒当好亲像因得到的手术阁袂少咧。落兄弟，咱爱转来思考，就是当咱心中迄想讲，哪会歹人得到兴旺？咱拢掠家己是好人啦吼，咱拢掠家己是好人，对无？所以咧，别人兴旺，讲是歹人兴旺，啊，咱家己先讲咧，讲理所当然。其实，咱的信仰是爱咱认捌到，人是有限的啦，咱人也是软弱的啦，所以咱爱靠上帝，这是咱的信仰教咱的。所以咧，咱爱反倒转来想。想讲，我毋是完全，我有侪欠缺，侪缺点，甚至咱拢捌犯错过。但是上帝犹原疼你疼我，上帝犹原伫遐等待期待咱。当咱犯错的时阵，上帝等待咱，会当转来伊遐。所以咧，上帝守护咱每一日有够野，这是偌大的恩典啊！咱毋是完全，咱捌犯错，但是上帝犹原守护，犹原疼咱。就因下这是偌大的鼓励啊！这是偌大的安慰。这敢毋就是咱的愿望？过来，这个世间其实有苦难，无论是妖恶，也是丧凶，绝大部分拢是因为对伫人的自私、甲人的贪心来的，因为妖恶、丧凶的问题。大部分是对伫分配无平均来的，这咱学经济学上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世界资源有限，所以咧，资源有限的状况下面，才会产生侪经济的问题，产生侪政治的问题。讲到最后，拢是资源无平均，然后咧用这个意识形态伫遐讲爱战争，其实咧拢是资源无够。所以咱咧歹厝边规工伫遐讲一大堆，对无？啥物不能数典忘祖，有诶无诶，讲到最后就是利益尔啦，为着利益尔，为着资源尔啦。当然。咱袂当否认即个世界的邪恶是通过战争、怨恨、较偏见，造成真侪人来受苦。自然灾害，咱风台过，咱知影水灾也是无水，也是灾害。地动、苏拉米，
这带来真侪苦难甲死亡。但是咱知影，人的自私甲贪婪，往往互这一切的苦难带来搁较多加倍的伤害。无错，自然灾害真多，无错，病痛，即个病痛会造成人的苦难，但是人的自私甲贪婪，互这一切的苦难，搁较加倍的伤害着咱。咱想着咱的迄个疫情期间，敢是有生理人想要大赚一笔，对无？进口迄个。迄个咱对方厝边歹厝边所制造迄个无合格的迄个快筛试剂，然后咧伫遐一直杀，然后咧有个人想讲国产的疫苗，安尼互伊无钱通趁，所以咧伫遐放风声讲咱国产的疫苗有问题，莫用啊。然后咧，伊私底下去外国讲，去讲我会当进口，为着大赚一笔。这就是人的自私甲贪婪，往往互一切的苦难加倍来伤害着咱。所以就兄弟，上帝互咱的手势，绝对无应该到伫咱身上就到此为止。上帝互咱的手势，毋是到咱身上了，无啊！上帝丰丰富富手势咱，是爱咱分享互咱身躯边所需要的艰苦人。当咱会当了解到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所手势，阮的日式。今仔日手势互咱，阮的日式，今仔日手势互阮，即句话是要鼓励咱用行动来分享，因为咱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所手势。上帝手势咱的，实际上是加倍的丰盛，超越咱每一日啉者所需要的。当咱愿意互上帝的手势，会当透过咱分享的行动，会当做更较大的事，安尼上帝手势咱，实际上是加倍的丰盛。所以，就算非基督徒，也拢真爱引用即句话，《使徒行传》20章35节。咱平常时常常看到，甚至非基督徒拢会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这就表示即句话是会当感动众人的一句话。所以，就算非基督徒，也受到即句话来感动，甚至即句话感动真侪非基督徒，甲咱基督徒做伙来关心着需要的人。这就是上帝的话的气力，就伫遮。简单一句话会当互，无论是熟悉上帝，也是非基督徒，拢会当受感动来付出行动。留意下这，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其实是甲咱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咱用主祷文来祈祷，咱不止是甲上帝面对面来认捌上帝，同时咱也搁较亲来认捌咱家己，知影咱家己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来完成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所以，愿圣神运行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的中间，
互咱用感恩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的一切，并且将上帝赏赐咱的丰盛祝福，会当分享予更较侪人。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你的疼是遮尔啊大，你的疼，互阮看到，你不只是疼认捌主你军队主你的人，你的疼也临到遐个毋捌你世间的正人类，你的疼遮尔啊大，但是你疼阮，所以你赏赐阮每一日的需要，互阮每一日拢到遐。但是主啊，关心在你所赏赐阮的，实际上是赢过每一日的到遐，因为你爱阮，来学习主你无限的疼痛。也去疼阮四周围的众人，甚至疼遐个阮毋捌见过的面，阮无熟悉遐个艰苦人。你爱阮，关心着阮的社会、阮的国家，也关怀着世界所有活伫苦难中间的人民，因为你爱阮。会当透过关心、甲分享的行动，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知影，你的赏赐是丰盛的，你的赏赐中间是充满大大的祝福。愿主你互阮会当因为有主你圣神的充满，得到快乐。来用行动来付出疼，来用行动来见证你的疼，也互阮会当透过感恩的心来分享，互阮会当互主你所赏赐阮的一切，你所祝福阮的一切，会当加倍伫地上。伫阮四周围的人中间来大大显明，主啊，阮会欠缺，求主你补满；阮会软弱，求主你加添阮快乐甲勇气；阮认捌主你无够。也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有智慧，互阮拿来拿深来认捌主你。主啊，阮需要你的圣神带领，阮需要你，互阮会当行伫正路，恳求上帝你看顾甲扶持。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上帝的话语，甲咱三勉励。这时，咱要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567首，圣诗567首，请看空中正交者，因无正做，无。因无业种，无正做；因无修挂，无修成；因无积资，伫切窗。咱的天父，甲因养饲，咱减无比因较贵气。无得看如食啥物，无得看如啉啥物。圣诗567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请咱来奉献，请小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施献。下面报告，这是请咱大家先开周报。咱也未报告大声来欢迎新来的朋友，也诚心来邀请恁继续来参加礼拜甲聚会。咱今日先有一个陈氏尧兄弟吼，甲一个林婉瑜姐妹。因为因是住伫遮内湖路一段629巷103弄哦，即个遮就是内山国中边啊，即个所在。伊即个是即个陈先生是工程师，啊，即个林姐妹是即个专案的管理师吼。咱这个欢迎恁继续来参加教会聚会甲礼拜，啊，佫一个是。顶礼拜有来，佫后壁佫一个牧师，咱欢迎咱等下再佫请牧师来继续甲因介绍较详细吼。咱报告事项吼，原来定伫即个顶礼拜三7月24下晡，教会泡茶自由分享的时间，因为即个凯米的风台，所以咱延后到8月初7日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教会礼拜举行吼。第二项，教会8月份的插会班要伫8月初10上午10点。伫教会礼拜堂上课，请已经报名的即个上课的姊妹准时来出席。第三，本年度教会野外礼拜定伫8月18日，要伫龙潭吼伊登赏景观茶园举行吼。当迄天的早时8点半要伫教会集合出发，费用每人300块。请小妹结束来报名，若会当开车的嘛，先煞来接送会友的，拢先煞家己小妹登记吼。第四，咱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为即个伫教会查经祈祷会吼，6月起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2、3书吼，请教会。即个兄弟姊妹来踊跃来参与吼。第五，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
请甲牧师讲，也是甲中职讲，拢来互咱来安排。第六，下晡的主日礼拜，即个题目经文圣诗，甲启应金句，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倒边的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每礼拜上午10点。即个圣歌队练唱是伫礼拜日的上午8点45。即个早间祈祷会是每礼拜暗时7点半。咱插会是每个月一遍，拢伫个拜六的早时10点嘛。对，咱家庭礼拜是无定期的聚会。咱来看咱的即个顶周人数出席甲奉献的统计吼，咱家己来看吼。若有毋对的，则来唱咩即事，也是民兵即事来更正。咱来看咱即边的圣港事奉，咱今日交代是谢宝姐甲所长老，插花是杨长老、清扫、谢宝姐。插花这江老师，今日插花是江老师吼，江老师可能临时有代志要转去哦。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诗会杨长老，诗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杨长老，诗贤是义节执事甲余养执事。交代是幽兰兄甲谢聪姐，插花是秋妹结束，清扫嘛秋妹结束吼。咱来看咱周报正平下面的金句吼。马太福音6章33节，我先用台语读2遍了后，咱才用华语读1遍吼。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面拢要煞互恁，咱大家来读。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面拢要煞互恁。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面拢要煞互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63节，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大家做愿为用拱手来代替握手来请安，互相请安，大家平安，平安。这是请咱大家来吟诗。圣诗第394首，圣诗第394首。这时礼拜特别煞，大家吟诗通4线，心肝常常3交皮，5望后期各聚会。圣诗394首，请咱起立来吟诗煞，请牧师祝福。所吹着谁？
咱就要伫咱生活中间，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授予咱的一切，也用感恩的心，愿意踢开咱的双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同时，也将上帝所授予咱的一切，也分享予咱四周围所需要的艰苦人，因为这是耶稣爱咱所做的，爱咱彼此相听，也爱听咱的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灭倒避讳。